喂喂喂，应该听得见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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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依旧是准点开始。大家昨天都休息的如何呀？有没有就是脑出一点好玩的小故事了？已经做梦都在闹。好好好，脑出了画不出，这个好解决啊！今天就是来解决怎么画的呀。争取这个周末就是把那个构图部分就是精细的去给它过一遍。我是 winner potato，好好好，我 winner，大家都是 winner。嗯，会，就是材质其实主要就是塑造的目的嘛。嗯，你看我们的课程其实第一周是构图，第二周是这个线稿和大感觉，就是造型和大感觉嘛。然后第二周结束之后，第三周2节课全部都是在讲材质，就是你看这个都是材质。然后最后可能前面讲不完的，再稍微提一提，因为塑造的难度比较大嘛，然后再查缺补漏一下。好，8点了，有没有到齐？我这边反正先开始讲了，因为今天的咱们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些东西吧。应该大家因为是才隔了一天就上的第二节课嘛，昨天的咱们讲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大家还是记得的。那咱们昨天先是介绍了这个高完成度插画的这个概念，然后从这个视觉和内容的2个角度
去理解这个高完成度的插画，然后介绍非常重要的就是介绍了这个蒙太奇法，是吧？然后去帮助大家从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一个比较复杂的角色塑造里面去筛选出自己最想画、最需要画的东西包括后面这个构思部分也教了大家3招，这个冲突意外，还有最后的留白帮助大家去更好的把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把自己这张画的一个主旨给它讲清楚给它规划清楚。然后最后就是咱们分析了一些我自己在做构思构图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和这些故事本身的一个联系那是昨天的内容。然后昨天主要讲的是构思的部分，那昨天也预告过了，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画面画面里我们有了一个好构思之后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构思呈现在我们的平面上。然后首先咱们今天的 title 叫结合故事设计画面层次。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写说构图设计构图，或者说就是直接就说我说第2节就是设计画面层次，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同学他们不是这个科班出身的，然后大家可能如果直接给大家灌输一个构图构成的概念大家会比较迷茫。那么我决定就从一些我们经常会提的一些词，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画师画面层次很好，我觉得他的画面很有层次感，这些词去一步一步的带大家去理解这个构图背后的一个含义。那么首先就要说到这个画面层次它是什么东西在座的各位今天也是希望大家和昨天一样，就是踊跃的来发言跟我互动，这样可以保证大家的上课状态。画面层次大家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呢？比如说我说这张画，我知道它很有层次，那你觉得我说的这个层次是在指什么呢？有没有同学有自己的见解？很好，有同学提到了这个空间关系还有这个主次前中后景。好，基本上大家讲的都是跟我们的透视空间还有人提到了一个内容的疏密这个也很棒。那我们先来看2张图，先看左边这张图，这是我随手拍的，有一天下午，这个外面的太阳光打到了我的厨房这个岛台上面，然后这个太阳光把我的杯子包括杯子里面的一点点液体打得很亮，看上去亮晶晶的，像那种就是很美丽的那种圣光打下来的感觉。我就随手拍了一张，但是同学们觉得这张画或者这张照片它有层次吗？它肯定是有的，因为它本身有一个纵深的关系，它有一个前面是一个杯子，后面是我的厨房，是吧？它是本身就是带一个刚才同学说的这个空间关系的，但是它有了空间关系之后，这张图片它难道就有层次了吗？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稍加改动变成右边的这个状态，和左边的这个状态对比起来，同学们会觉得哪边的更有层次呢？那我觉得肯定是右边的更有层次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同学们单纯的就是这样子去形容，可能永远理解不了我们说的这个层次到底是什么。你只会觉得它是一个感觉，我感觉右边的更有层次，但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这2张图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会让它显得有层次。首先这个第一点
有些同学刚才第一点说的是景深，就是它的前景和后景拉开来了，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这张照片我改动最大的地方不是这个景深哦，最大的是画幅。有没有发现我把这个画幅收窄了？有没有发现？它本来就是这张照片的原图，它是拍到这个瓶子的左侧再往左的一点，对吧？我把它收窄了，我把它左边收到了这个瓶子的边缘，右边把这个小杯子在这个微波炉上的一个倒影给截掉了，两边都收窄了一点。这个其实是我第一个的改动这一点我发现大家常常会忽视，画幅收窄，它是第一个改动。还有就是我加了一条光，我在这里加亮了一点，我让它这个圣光更加明显了，对吧？这个是两个很大很大的改动之后才是同学们第一反应里的这个我把背景虚化了，我把这个景深给它调好看了，给它调的更加这个虚实更加分明了，这其实是第三点。我们有些聪明的同学已经意识到了，我在做第一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筛选信息了我把左边这些不要的信息直接给它去掉，右边这个倒影我不要拍它的倒影，我不需要它倒影，我只需要它这个杯子主体出现就可以了那我把右边也截掉，大家就不会被这些杂碎的这些信息去吸引目光只会看我想呈现给大家的这个杯子这个主体物，是吧？这其实是第一点光线视觉引导呢，其实就是加了一条线，一条暗暗的线就像我昨天给大家分析的那张贺件，还记不记得那张贺件？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线连到那个主体物上，这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一个视觉引导方法。那这两步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是一个构成上的调整，一个画面构成上的调整，也就是画面内容物的调整。同学们理解吗？就是我把它的内容物做了增减，然后它是一个构成上的调整。后面这两步就包括同学刚才说的，很明显我把它的背景给虚化掉了我把它的颜色也稍微调了一调，比如说我让这个背景更冷一点，我让这个杯子更暖一些，这样子的调整，它是一个强化主次、强化空间对比的一个调整。这其实是我第二步才做的。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说，如果你要设计出一个很有层次的画面，合理美观的一个平面构成，再加上一个主次空间关系和叙事目的的巧妙结合，这两者二合一才是可以出现有层次的画面的那我们既然有了刚才那个小杯子的案例很可爱的小杯子，有了那个小杯子的案例，我们就一下子能理解说，当我们说一张画它的画面很有层次，我们其实就是在说这张画的构成好，第二就是这张画的黑白设计好。那我们理解了这个我们平时说的画面层次，它到底在说什么之后，我现在要跟你唠了，我要跟你唠什么？我要跟你唠为什么说我们要学构图，我们要和画面层次扯上关系呢？那我觉得是这样的，构图我们昨天说的构图等于这个立意，中国画论还记不记得？中国画论中有立意有为象，立意为一，为象为二，二者有机结合成为构图。立意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构思，就是你要讲你的故事，你要先立一个意在这边，一个意象在这边。你要是没有一个意象，你就不知道要画什么但是为象，也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主要分成一构成，第二个就是黑白设计如果你这张构图它有一个好的一个构思，很巧妙的构思，有一个好故事有一个体量合适的故事，然后再加上
一个很有趣的构成啊，最后再在这个很有趣的构成中摆设元素，让这些元素的黑白设计啊能够体现你的这个构思，这三者结合起来，那你就是一张非常非常优秀的构图了。啊，到这里为止，同学们能理解吗？就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没有关系，就是大家能大致理解这个构图其实是分立意和为象就可以了。之后接下来紧接着我就要开始跟大家讲这个构成和黑白设计啊，具体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也看这个小标题哈，首先我们讲构成啊，构图与画面层次的关联，构成篇啊，那构成是什么啊？构成的体现，我现在直接就把它的概念哐全部砸给你，就是点、线、面在画幅上的排兵布阵。好，同学们再读一遍这句话哈，构成的体现呢是点、线、面在画幅上的排兵布阵。同学们能发现这一句话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吗？就是构成的体现，它有几个因素呀？或者说我们假设我们是要达成构成这个目的，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武器，我们现在有的一些装备，一共有几个呀？同学们说是3啊，有一个同学，这个某某同学很聪明，哎，其实是4个，其实是4个哈，点、线、面，这是3个，画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武器。我刚才在讲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不是已经给大家强调过了吗？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画幅收窄，哎，所以我们手上的武器，有力武器一共有4个，啊，有同学会理解成5个，可能觉得这个白兵布阵它也是一个武器，但是其实这是我们的手段哈，就是我们怎么用这些武器啊，我们的武器就是点、线、面和画幅，然后排兵布阵就是我教你们啊怎么用这杆枪，怎么用这把刀去完成我们的目标。那首先，可能大家在别的地方看过一些构成相关的理论，或者上过别的老师的课，啊，我感觉可能很少有人会提到画幅的一个设立，但是我要说，在一切之前，画幅的确立是我们整张插画中最开始也最重要的东西，啊，你的构成它是离不开你这张画布长什么样的。啊，这一点同学们应该能理解吧？但是我相信很多同学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哇，我好像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啊。那我要说，画幅形态是什么东西呢？画幅这2个字其实指的是画幅的边框形状和画面自身的存在状态。啊，远古时期，人类在岩洞里的石壁上直接去画人物、动物、植物，啊，心之所至。随手就画了，画面四周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边缘的，对吧？你看看以前的那些原始人在岩壁上画的那些猎物啊，画的人聚落的一些形象啊，都是没有画幅的边框的啊，所以当时是没有画幅边框的概念的。但艺术发展到今天啊，各种题材的这种绘画格局很多啊，很繁杂。那我们要研究构图技法呢，首先就要考虑画幅的形态，考虑怎样在一个限定的范围里去布置、排列、组合各个我们想画的形象哈。然后这里我列的是第一张 PPT 里是比较常见的3种画幅啊，第一个是竖画幅，第2个是横画幅，第3个是正方画幅。这3种画幅应该是我们同学们在网络上或者说在平时的美展呀、书籍里面看到最常见的3种画幅了啊。第一种竖画幅，它是高耸挺拔的，因为它是竖着的啊，它是竖着的，它本身就给人一种比较高的感觉。你看到一个人高高的，它肯定是个长方形，竖过来的长方形是吧？然后它的空间感强。适合表现这个竖向的运动。
纵深透视，它就是给人一种从摄像机到远处有一种本身就带有一种纵深感。然后我们的横画幅它是平稳开阔的，它是舒展的，它是稳定的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横过来，它本身就给人感觉不像竖画幅这么高耸，这么威严，它感觉会比较更加稳一些所以它比较适合表现我们横向运动为主的一些插画设计或者是一些庞大气势很宏大的一个场面。哎，有没有同学发现这个时候联想到经常看的那些美宣或者是概念设计，在画到大场景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横画幅来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少见一点，但是我觉得网络上咱们还是比较能够见到的，特别是一些制品比如说我们平时买的那个吧唧或者是小方卡，是吧？还有一些亚克力制品，经常能看到有正方画幅那这种画幅，我觉得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非常适合装饰性强，然后内容精致细腻的一些插画。那还有一些特殊画幅形式就刚才也有同学提到说，国画里面有这种扇形的画幅我把它归在这个特殊媒介画幅但除了这个特殊媒介画幅以外，还有一种也比较常见的普通画幅，它叫做长卷。长卷这个词也是在国画里面用的，但是在上个世纪的很多欧美的杂志插画里非常常见，它常用于故事卷轴杂志的跨页。我们平时买的那些杂志，你把它翻开来，从左到右的一整个跨页，它就是一个长卷。这种画幅它带有非常非常强的叙事暗示，所以我们同学有时候如果想要画一个叙事性非常非常强的就想要画这种有因有果的，然后给人一种悬疑感的这种插画，也可以去试一试长卷最后可能效果是要比普通的画幅要更好的。那最后一种就是特殊媒介画幅，那像壁画呀、天顶画、教堂的天顶画，咱们的刚才提到的扇面画，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在座的同学有学这个其他的专业的，比如雕塑或者是这个漆器之类的专业可能会接触到的平画和漆器等在组织画面时这种特殊媒介画幅，它需要考虑物理媒介的特殊形状就比如说你要画一张画在瓶子上这个瓶子本身是一个圆滚滚的一个球形，那你这张画它的透视它的色彩，它的一个疏密，是不是都要按照这个瓶子的形状来调整呢？或者说，比如说这个扇子，它是一个打开的一个扇形，那我们要画这些静物的时候，这些静物的透视，这些静物的排列，我们也要联系到这个扇子本身的一个角度它的一个大小去设计。那我们说这个画幅形式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个是因为画幅形式它对构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画幅形式的确立和我们在进行内容排布这件事，这两者是同步进行的。这是由于画幅形式本身就会对观看者的视觉方式产生影响你就像刚才说的咱们这个竖画幅和横画幅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一瞬间，观看者在观看这幅画时的大脑里产生的反应本身就是不同的了我们创作者也是随着画幅确立之后才能进行元素排布，元素排布的研究过程中也可能会更改画幅形式。比如说我画着这张画，画着画着我觉得本来设计的是一个竖构图的画，但是我画到一半发现好像横构图更能体现我的想法，那我当然也是可以直接就改成横构图的，对不对？这两者是要互相改动的，并不是说你确立了之后它就到此也不变了咱们要随机应变所以这两者是同步进行互相影响的。然后
画幅形式对插图，对一整张插图它的含义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合适的画幅，它才能让这张插图在它的媒介上最大化插图价值。首先，在我们最多接触的网络发布的插图中，不同的网络平台对着不同的画幅的插画有很明显的偏好。就比如说手机，我们手机看到的插图，网络平台上的插图都是树构图更吃香。为什么？占比大，因为我们手机的屏幕就是竖的。我看到还有很多画师很喜欢画横构图，但是为了让自己的画幅展现的更大，他会把横构图顺时针翻转过来，把它竖过来发布。然后有些观众在看这张图的时候要点开，然后把手机转过来再看，对不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经常见啊。如果大家刷这个比如说这个小红书或者微博多的话，会发现这个事情这种形式的本质，就是因为在这个特别是手机的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插图中，树构图它的一个偏好，它的一个占比是更大的，它的屏幕占比是更大的还有在印刷或者现实中创作的插图里，现实媒介对画幅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这个很好理解。手机屏幕它展现出来就是屏幕展现嘛，你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它展现在屏幕上就是什么样的手机屏幕不存在什么有可能有那种曲面屏或者折叠屏但大多数屏幕都没有折叠或者曲线都是平的直直的但是像刚才说的一些扇面画呀、平画呀、天顶画呀，它本身的媒介就是带有一个透视的，那你就要结合这个东西去设计你的画面嘛。但是虽然难，但是如果能够结合特殊的画幅和特殊的印刷工艺我们是能够创作出十分独特且印象深刻的插画作品的。就比如说你在画这张插图的时候你就直接想到了我要用什么工艺，我要用亚克力去做我就想好了我要怎么用亚克力去做，然后我要做一个，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有一个转角的亚克力那我在画这张插图的时候，有可能本身就是设计成这个样子的，最后展现在这个亚克力上，它的效果肯定是要比你一张平面的亚克力要更有冲击力的，是不是？这个是我截的一些手机平台上，大家发现横的图像它展现的面积小吧，甚至只有这种竖向图像的一半左右是不是特别吃亏呀？所以我刚才说的，很多老师喜欢把这个横图像给这个翻转一下然后比如说印刷制品，像这种印刷制品印出来之后就不存在什么画幅横过来就小，竖过来就大了，对吧？这完全就看你自己印刷的尺寸了还有一些像这种吧唧，它的这个圆形的这种边框也是可以让我们去对这个构成有所发挥的。好，那我们画幅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构图的一个形式语言，我们构成的表达的根本要素，也就是我们另外3个武器点、线、面。我们先看这张图，首先这个上面的是点然后很多很多点，它就会变成一条线，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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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点连成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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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线，最后它就会变成一整个面这个概念同学们我觉得应该是能理解的吧？大家有没有不理解这个概念的？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是直接就看懂了。好，老师，我知道这个是点，我不会把一个这个线认错成点，我也不会把一个面认错成线应该是理解的哈。然后我这里稍微要提一下的是，我们这里构成中讲的这个点线面
这个概念不是指有可能说你真的是一个小点，它看上去是个小圆形，它就一定是点，它是一个对比，有一个对比概念的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看，多长的点算线，多大的点算面，多宽的线算面呢？这些其实都没有固定标准，而是由它们在画面中的对比关系决定的。就比如说这3张图，一模一样大小的这个圆形，在右边最右边这张画幅里，它一定是个点，对吧？因为它在整张画幅里显得小小的。在这张画里，它可能是个点，具体要看其他元素怎么排布了。但是在这张画幅里，它绝对就是一个面了，因为它几乎已经，你看它上面下面已经没留多少了，基本上是占了1/3宽以上的一个面积了，它肯定是算面了啊。所以说这些概念它都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主要是看它在画面中的一个对比关系，和其他元素的对比关系，和画幅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然后点有一些概念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点是我们构图语言中的最小的单位，点给人的视觉心理是什么？是集中的，是凝集的是核心性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很经典的插画呀，它们的主体物或者说视觉核心往往就是一个点，比如说这个点是一个人脸，或者点是一只手或者是一个象征性的物体，往往它在画幅中的一个占比都是一个点哈。点是没有固定形态的，点可以是圆形的，也可以是方的、不规则的、长条等等它只要在画幅里占比很集中、很凝集，它就是点。那线在常识概念中是没有体积的，大家都学过数学，知道函数，函数中的一条线，它就是一个一个数字组成的一个没有体积、没有厚度，但是带有长短、位置等信息的一个图形而已。但是在绘画概念中，我们说线是可以被看作是点移动轨迹的，也就是有点像这一张很多很多点连起来，它就成立了一条线。比如说我在这每个点中间再插一个点，它是不是就直接连成一条线了呀？所以说线其实是可以被看作是点移动的轨迹的。绘画概念中的线是带有体积、形状、厚薄、宽窄的这种形式的复合性，也就是由点组成线的这种形式的复合性带来的张力，使得线元素在绘画构图中带有极强烈的表现力，这体现在线给人带来的视觉引导作用。就比如说我刚才在那个小杯子那个照片里加的那束光，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线，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视觉引导作用的线视线往往会跟随线的轨迹来运动，而线的多样性也在后续的线稿、塑造等阶段扮演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我们后面再讲，但是这里暂且一提。在构图阶段，常常利用线来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画面引导，我们说的那套圣光画面引导。第二个是空间的分割，比如说一面墙，墙左边是一个空间，墙右边是另一个空间，大家在插画作品中是经常能看到的。还有比如说运动倾向、速度感大家在漫画作品中经常能看到那种歘歘歘歘歘围绕过来的那种速度线，是吧？这就是线用来体现速度感最好的一个例子。然后最后一个概念是面。我们绘画概念中，面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跟几何概念差不多。依照几何的概念，线条运动的轨迹就是面。所以面相对于点和线，它更能凸显它的形。这里的形指的是它的外形，这整个面的一个外形。而这个面它很规则，就给人一个秩序、稳定、简约的感觉；不规则就会给人
很复杂、很琐碎的一个感觉。而如果这个面组成这个面的线，它是曲线或者它的这个边缘有很多毛毛躁躁的一个点，这样子的面就容易给人这种灵动、变化迷幻的这种感觉。所以一幅高完成度的插画一般会由许许多多的面、线、点来组成。面作为画幅内存在感最强的元素，很简单，因为它大嘛，它够大，它的边缘够复杂，它的存在感绝对是最强的。所以面元素对构图有着极其大的影响。我们一定要慎用且妙用面元素。讲完这个，我再给大家搞点轻松的。为什么呢？因为构成这个概念，我感觉在座的可能有将近一半的同学是听过构成课，或者是已经在学校上过构成课的哈。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部分同学是没有接触过构成的，所以我决定还是较慢的来给大家慢慢的去体会到构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首先，大家看这2张图，它们都是由点组成的，但是它们组成的方式不一样。大家觉得这2张图左边这些点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右边这些点给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有没有就是看到之后有没有联想到一些词语或者一些感触？好，我先让大家感受一下。好，大多数同学都能感觉到左边的这一系列点像是在运动还有同学已经这个感受到它的加速度、减速度了右边的这些点很平稳有些同学说像是队伍，像是他们在一个个在排队很秩序非常非常好，说明同学们对这个画面的一些构成语言的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左边这些点，就像刚才同学说的，它本身是带有一个趋向性的，它有一个趋向性，它在画面的最右端甚至已经快连成一条线了，发现没有所以它已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视觉向右的一个引导过程，左边疏，右边密，左边是点，右边几乎连成一条线这张图像，这张构成一下子让我想起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那种高速公路上的路灯我们晚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他们的那个路灯从近到远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车也是朝前开的路灯也是从左疏到右密的，对吧？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透视引导和视觉引导的感觉。那右边这些点就是像刚才同学们说的，它就是一个很秩序、很平稳、很普通的，或者说一个很宁静的一个状态，它没有什么强烈的一个引导性，它没有强烈的让人感觉它组成一条线的那种趋势。那我们再来看看线，同学们有了刚才点的这个案例，我感觉大家看线应该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了。比如说第一张这个线就感觉它是稳稳的，它甚至稳的有些死板，它像那个监狱的牢房，有没有感觉像那个监狱的那个铁栅栏，一束一束的。然后到第2张它稍微有点斜了，它变得不那么平稳了，就感觉没有那种监狱或者说给人的那种束缚感了，束缚感变弱了，是不是？第3张它压根就没有束缚感了，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出去了，冲出画面了，这种感觉，对不对？每一张，对，有同学提到了，这个每一张的情绪都不同。大家单独看每一张的时候，会发现你在观看这些小图像的时候，你联想到的东西，你的视觉、你的情绪都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我们再来看面，同学们看左边这个2个面，或者说一整个画幅中加一个白色的三角形，类似于三角形的面，它有什么感觉呢？
然后右边这个有点像阶梯的这种形式的面，边缘很不规则的面，它放在整个画幅中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很多同学觉得左边像光像聚光灯，像一线天。对，这些都很有想象力这些都对，因为构成它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你只要是你说出你自己真实的想法，它绝对都是对的。怎么理解，完全看你。对，还有同学提到了左边这个构成看上去很压抑因为这2大块面几乎就要把这个画幅给占满了，中间这小小可怜的一小块一线天就夹缝求生的感觉是不是会让你联想到一些很窄的巷子呢？或者是一些很阴暗潮湿的那种楼道那种感觉右边这个，我觉得一眼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是楼梯完全对，有一种阶梯式的感觉我感觉还有点像那种一排大楼从近到远的一个透视我老是联想到透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有些同学可能会有别的想法。那我们看完这些简单的构成带给我们的一些情绪上的引导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些构成与我们真实的一些画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知道蒙德里安的是我们的这个构成课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这是蒙德里安他在早期的时候画的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大家一眼应该能看得出来吧？是一棵树，对吧？很明显是一棵树，这个而且甚至大家仔细看，这个树底下还能隐约的看到一些远处的这个桥一些小楼房呀这些东西，对不对？很具象而且你能感觉到是在一个夜空中的一个树，这是他在过了一阵子之后再画的一棵树。大家还是能看得出来这棵树吧？特别是我把这2张画放在隔壁的话，一下子还能看得出来这是棵树。只是大家仔细看它的形式语言，它已经从这些非常繁琐的这些枝条包括它甚至塑造的这个树干和背景，它都简化掉了这些东西逐渐的把它概括成了什么呀？这些元素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3元素中，这些元素是什么呀？对呀，这些元素肯定是线嘛，一根根线，有粗，有细，非常好有粗有细有一些是弯弯的，有些是横横直直的有些是竖竖的，对吧？不一样的线，用线，用不同形态的线来概括这棵树，但是再过了一阵子，变成了这样原来第2章这些线还有一些形态上的变化它会有粗细上的变化，但是到了第3章，大家发现没有，这些线它几乎都是一样粗细的了但是它的排布还是依旧遵循着一棵树的一个感觉从底下伸出来像一种散开的一种状态你还是能从它的一个趋势中找到这个树它给人的一个感觉的。这就是从一个具象到抽象的一个逻辑，好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平时要是去什么美术馆里，再看到一些很抽象的画，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逐渐看得懂了吧？就不会像之前看到抽象的画就会，他在画什么？根本完全不懂。现在大家应该能稍微从这些抽象的画里去感受到一些乐趣了，解读它的乐趣了。然后再介绍2位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2位构成的重量级嘉宾一位就是我们的康定斯基大家看康定斯基的画比起刚才的蒙德里安他就会，特别是这张画而言就比刚才的那些树而言，他会更加的形式主义，他会更加的形式主义。大家能稍微说说
哎，看到这张画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吗？有同学觉得乱，很多同学都会提到说感觉像音乐，这个理解太高了太高了，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构成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叫做视觉音乐就是用视觉的形式去体现音乐啊，这跟我们刚才很多同学理解到的像乐谱像一首曲子非常的类似，因为音乐的本质就是你不同音色、不同音调的一些声音汇聚成一种旋律嘛。那我们说构成，它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点、线、面三元素去汇聚成不同的平面旋律，是吧？所以这些艺术家其实都在做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位也是重量级嘉宾叫做马列维奇他和刚才的那位康定斯基都是俄国人他们两个的作品，我觉得带有非常强的一个毛子的色彩。大家在看这个马列维奇的作品，会发现其实和刚才的康定斯基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区别了，已经。马列维奇的作品会更加的抽象，会更加的一个形式主义。比如说这张，有可能如果同学们花了钱到美术展览馆里面去看，哇，然后一整面墙上就贴一个黑方块在中间，什么字也不写，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只有一个黑方块。大家会觉得哇，这什么展啊？这钱花的真冤，对吧？哎，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其实我觉得马列维奇的作品，它是最适合于用于我们去学习构成给人的乐趣的啊。那比如说，我把第一张这个画给它稍微的换一换，稍微的换一换，然后我们来脑补一下这三张画分别发生了什么东西第一张这个原画，我会觉得它这个有一个非常窄的面非常大的面，然后红色的面、黑色的面、黄色的面，我更加觉得这个上半部分就是我鼠标现在框的这一些部分，这些面它像是一个集合有没有觉得它像是一个集合下面这个黄色的正方体，哎，它很像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是因为上面的这些面线不管它是什么呀，上面的这些东西，它们的角度倾斜角度和底下的这个正方体正方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底下这个是很稳定的立在那边，上面的斜斜的。很多同学已经完全能体会到上面这一部分这个面的这个运动感。同学们说它像掉了、跌倒了，或者说像垃圾桶有垃圾要掉到垃圾桶里去了，这很对啊。所以我感觉大家看到之后第一反应肯定是会把上面的这一个集合和下面的这一个方块分开来的那如果我们把上面的这个集合给它变小，底下的这个大方块不变，大家有什么感觉？哎，有一种本来好像是上面的这个集合和下面的这个方块的平衡被打破了。哎，上面这个集合现在太小了，它感觉没有办法跟这个大方块抗衡，就好像这个大方块是一个大反派，或者说它是一个大障碍，然后上面这个小东西，或者说这些小人物为了对抗它，或者说为了抵抗它，为了越过这个障碍，哎，在努力。对不对？有一种抗衡的关系加深了因为他们的大小对比变得更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感觉有一些紧张了。然后，如果我们不变上面的这些集合我们把下面的这个黄色的大方块给它缩小，同学们发现又出现了什么
变化呢？哎，反而到第三张图把这个大方块给缩小了之后，大家会发现，哎，有些同学会觉得是，哎，这个黄色的小大方块它变得弱小了，它感觉被压迫了。我自己的话，我看这个就是第一张图和第三张图最大的一个感触上的差异就是，我觉得第三张图，这个方块它和这个集合的对立感变得弱了很多，对吧？第一个感觉就是对立感变得弱了很多，甚至你可以把这个方块归纳于整个集合里面了，你甚至觉得它是上面这些东西的一员了，对不对？感觉它是一个集体，好像它是掉队的那种小个子，或者说是一个有点不情愿的感觉，对不对？而不是像第一章这种感觉，他们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立关系，对吧？第三章就弱化了这种对立关系。有没有觉得感觉突然就构成就好像有点意思了？这个抽象的东西本来觉得没什么意思的，现在感觉有点意思了。那我们说这个构成，它其实像什么？像我们小时候啊，无所事事的时候，喜欢去画一些儿童画。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自己画的一些随便乱涂鸦的一些圈圈点点，或者是手沾上颜料，直接就印在画布上那种感觉啊？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在讲的分析的这些东西啊，简直就是当时自己小时候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嘛？那这里我正好为了唤起大家的记忆顺便给大家看一眼海南自闭症儿童学校的一些学生作品接触到这些儿童是我在几年前的一次实践，也是一次项目课里面，当时是做一个公益项目，是将这些海南的自闭症儿童学校中的小孩儿他们的美术作品去把它商业化，然后商业化之后得到的一些利润会全数的捐赠回这些学校我们直接来看他们的作品我挑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就比如说这张吧虽然它是倒过来的，但是不影响我们看也可以把它正过来。好，就比如说这张吧，这个海健小朋友，大家看这张，哎，有没有感觉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大师还挺像的吧？大家分析分析，他这个画里面有什么元素呀？有同学已经提到了永远右上角的红太阳，他也画了红太阳，正好，正好挑到这张画。对，有很多同学已经意识到了，他的画里面用的很多线，对吧？很多很多点，这些其实在画布里都算是点哈。然后这些红色的小点、绿色的小点这些黄色的小线，还有一些复杂的形状，就有同学提到的像五角星这些复杂的形状他甚至还画了一个小房子对吧？这个形状是非常形象化的一个房子的形状。那小孩子他们在画画的时候，他们不考虑那么多他们只用点线面去组织画面反而能够出现这些很有意思的画面我们再来看一些，因为他们的画确实是很有意思我就每次都忍不住要给大家多展示一些，来展示一些比较抽象一点的。这个兔兔好像是他们老师已经画好的线稿，最好是全部都是小孩子画的。这张好，这张好，这张太好了，太好看了。
欣赏一下。其实我选取这一些海南的自闭症小孩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呃，我们之前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调研过一些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啊，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一些正常的小孩的绘画技巧或者方式去用绘画表达自己的，所以他们在绘画的时候啊，纯粹就是为了构成好看，就是表达自己对绘画的一个理解。不会被任何社会上的规劝，或者说一些社会化的手段给影响到啊，所以说看他们的话，会看到很本质的构成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虽然说他们是小孩儿，但是他们很多人年纪其实已经十几二十岁了啊，毕竟他们的病情会导致他们的一个社交年龄会比他们的身体年龄要小很多。但是我依旧觉得他们的画作是非常天才的。我们再看一张好了，这张也很天才啊，我觉得非常天才。哎，我当时收到这个绘画包的时候，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我可能还没有他们厉害呢，是不是？哎，大家看了刚才那些构成的概念之后，在欣赏这些小孩儿的画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理解到他们对世界的一个观察，甚至能勾起一些，诶，我们小时候没有学过素描，没有学过色彩，没有学过速写的时候，啊，这个对画画的一些回忆了呢？啊，如果你能回忆起来一些，或者理解到一些，那我给大家展示这些图片的目的也就达成了。好。那我相信大家看了刚才咱们这些自闭症儿童的绘画作品啊，已经能稍微感受到一些构成，或者说最原始的构成它的意义在哪里了啊。我们也知道了，用点、线、面在画幅上的排布，就可以制作出许多有趣的构成。而且刚才同学们也感受到了，这些有趣的构成，就算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这些构成本身就已经能讲一些简单有趣的故事了啊。但是我们做到了这一些之后，接下来要干什么呢？那我们说构成是我们来排布图形元素设计元素布局，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做的这些事情，给大家看的这些大事，看的这些儿童画，他们都是在做图形元素的布局这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设计这个调子给这些图形元素赋予黑白关系也就是设计元素之间的主次和空间关系这两者达成了之后，我们的画面层次就水灵灵的出来了。那我们这里还是给一些同学还是一起复习一下调子这个基本知识，因为肯定是有同学不知道这个概念的。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首先，调子就是黑白灰，黑白灰大家都知道打开这个 PS，打开 Procreate，它有一个明度表，明度表就是我们的黑白灰。假设从1完全的白色到10完全的黑色，中间有无数个灰色在等待我们选取这里我们的绘画领域叫这个1最白的颜色叫它高调，这个10最黑的这个黑色叫它低调因为黑色很低调嘛然后白色在黑色里面突然很显眼，它很高调，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记。然后知道了这个黑白灰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我在这里放4个小球，大家仔细看上面的3个小球和下面的这个球，它们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上面的3个小球，它们每个球中
每个球中最亮的颜色和最暗的颜色对比都比较小，对比都比较弱。你看最右边这个上右上3这个小球，它最亮的颜色已经有点深了，它最暗的颜色已经到达黑色了，对吧？然后上左上1这个小球，它最亮的颜色就是白色了，直接就是白色了，对吧？然后它最暗的颜色也只是一个浅灰而已。它的对比，这3个小球自身的颜色对比很弱，但是下面这个小球，它最亮的颜色啊是很白的，你看它这个高光就是纯白色，但是它最暗的颜色也有压到黑色，所以说下面这个小球，它最亮最暗的颜色的对比是很强的。对，在1月份的课上我也讲过，但是肯定有同学是没有上过的，是第一次上我的课，所以我还是要稍微复习一下。有同学说上面的用来推攻坚，下面的用来判断画面信息的对比强度。你可以这么用，但是不能这么定义它。你这么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要介绍一些调子大家也可以不用去这么严谨的去记我说这个高长调我就背我说高长调高长调高中调高中调你不用背，你就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颜色淡淡的一个短调短调为什么短？因为它对比弱嘛，对比弱就是短调，颜色淡淡的一个短调。然后这个是一个颜色深深的一个短调然后颜色对比这个黑白对比强烈它就是一个长调嘛。然后这一张它是一个淡淡的颜色浅浅的一个长调，下面这一张是一个颜色较深的长调我们就直接理解一下，单靠黑白设计，单靠这个调子的一个长短对比的一个弱强，我们就直接能得出非常多不同的一个画面组合排列组合形式了。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这些调子它在我们的这个构图环节，这个黑白设计环节该怎么用呢？比如说一样的，跟我年初的课一样，我构思什么？我构思白天的旷野里我们的主角背向观众，凝望着站在地平线上的人群。那我们通过构思能得出这样一个构图，是不是？一个主角背着，然后后面是人群背后在最后是这个旷野的云还包括底下的一些地面，很简单，这样一个构图就出来了。那同学们看左右2张主体物的调子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比较长、对比比较强的一个长调而且它们的光影感给人感觉都是一样的，都是亮亮的，感觉像是白天因为我想画这个白日的旷野嘛但是很明显左右2张有一张令人更舒适，有一张令人感觉有点乱，大家觉得哪张更舒适已经有同学抢答了，2。那为什么右边这张就会感觉更舒适呢？我们仔细观察原来是因为在不变这个主人公他本身的这个对比很强的情况下，我把这个背景，就是这个云层和这个草地它的对比给它减弱啦给它减弱了。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这个视觉就会更加集中在这个我们的主角身上，不会被这些零零散散的信息给抢掉这个其实也呼应了我昨天说的你在构思时就要有主次，是吧？这个时候就好用上了，因为我是要强调这个主人公他和人群对峙嘛，那人群很重要，主人公也很重要，那其他的东西我就让别人第2、第3眼才能看到，不就好了吗？那么我们就用调子这个手段这个武器，这个重要武器去把它弱化，很好理解吧？
然后在这张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再稍稍调整一下各个部件之间的调子，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呢？啊，我们看这个第一章和这个第二章中间，我改了什么呀？啊，这个主人公依旧是个长调，但是我把它整体的颜色压暗了，对吧？我把它整体的颜色压暗了，它变得暗暗的，啊，这个时候反而凸显了啊这个背后他面对的这些人群啊，有没有感觉第二章比起第一章来说，人群和它的对立感变得更强了呀？哎，有点类似咱们刚才啊看的那个马列维奇的小方块啊，对不对？有点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增加了一个黑白上的对比，我们加强了这个主人公和人群的这个黑白对比，他们之间的对峙感增强了，不像图一，大家要是看的话，其实不会一下子感觉到我们的主人公和这个人群是一个敌对关系，但是第二章我们一眼看过去，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诶，这个主人公是不是被人包围了呀？他是不是深受困境，或者说他以一敌十要杀出重围呀，对不对？第三章和我们的第一、第二章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仔细看哈，这个第三章我们的这个主人公，他本身的这个调子没有变，他依旧和第一章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怎么压灰了这个主人公底下的这个地板还有他面对的这些人群，我们把它压灰了。对，这种同学已经抢答了，感觉像是它融入了。我们仔细看这个廓形是什么？这些都是灰灰灰灰灰，但是很明显有一根线，这根线是什么样的？从人群的头顶到他的肩膀，再到他的头，再回到人群的头顶，有一种他鹤立鸡群的感觉，有没有？他从这个人群中嘣的一下突出来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导致刚才有同学说感觉像是队友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甚至像是这个队长，他是这个带领这个群体的一个首领，他要带着大家走向这个光明的这个未来，对吧？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说这个咱们这个黑白设计它完全是可以和我们的一个构思，也就是叙事目的去联系的。不同的这个黑白设计能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这个叙事目的，哪怕我们的构图是同一张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稍微调一下这些黑白设计它的叙事目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哈。有同学问说，把画面信息分成几个组然后调整各组之间的对比关系，从而达到整体的画面氛围意境的改变吗？我觉得这个同学说的很好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我把这张就是分成这个主角是一个组它的地面和天空是一个组，或者说地面是一个组，人群是一个组天空是一个组，我是人为的去调控这几个组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达到我的叙事目的这就是我们作为作者在画面上，就像导演之于电影就像作家之于书本、之于小说一样，我们如何去像用魔法一样去操控这个画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黑白设计。我相信同学们听完这个之后，应该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平时听这个调子，听这个黑白灰，听这个明度别的老师讲你这个明度不行，你这个透视没拉开原来这个明度本身是这个意思呀，它原来是这么用的呀。那我这里为了加强大家对这个黑白设计本身的一个张力，一个剧情张力的一个用法，我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之前做的一个电影，日本的那个电影《罗生门》开头的一个拉片我是做的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调子速写的一个小作业吧。
然后非常简单啊，其实就是黑白灰，但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每一张这个调子速写一下子看得出来它的一个啊大概的一个叙事目的，大概的一个透视，大概的一个主体物，然后次要物体，每一张都不一样啊。比如说像在这种绘制场景为主，并且比较写实的调子速写里面我们的透视关系肯定是一个大头啦，对吧？那我要画这个庙，这个庙很破，首先它的形就很破，对吧？它左边有，右边就散掉了其次，它背景里面这些山朦胧的，看上去都模模糊糊的，那是不是就更凸显这个庙的破了呀？它这些残垣断壁就像一把把剑一样，就插出来，插在我们这个很柔和的背景上，它是不是就非常的冲击力就非常强了呀？就反而衬托出这个庙很破，对不对？然后再比如啊，这一张一看就看得出来，我们的画面主体物不一定是对比最强的，一定，但是看这张画，如果说画面主体物一定是对比最强的东西，那难道主体物是台阶吗？对吧？难道是台阶吗？那不可能是呀，那肯定是这两个人对不对？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构成和调子结合然后产生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化学反应包括前一张他们两个还在台阶上坐着下一张镜头拉近，这里又是一个非常体现透视关系的一个小分镜。你看前面的柱子很黑，后面的柱子灰灰的，然后整体这个庙整体的这些柱子它都斜斜的、弯弯的，它有种不稳定感给人感觉像是这两个人其实之后要发生了什么，他们不会是一个一直好到底的一个好朋友，感觉他们之后要发生什么很戏剧化的冲突，对不对？如果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给人感觉很安稳后面没有透出这个背景非常的稳定，那大家联想就不会联想到这两个人之后会发生什么冲突性行为所以说这个场景也是对这个剧情也是有关系的再比如这一帧的话，跟第一张那个分镜背景是一样的背景是一样的，依旧是这个破庙，依旧是这个朦胧的山地上的水但是多了一个什么呀？多了一个人我们人，我们作为人类对人形态的东西的外轮廓捕捉是非常敏感的，非常非常敏感。所以我们在看到这张分镜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到，哦，这张分镜的主体物，肯定不是这个庙了，肯定不是这个破庙了，而是地上奔跑的这个人。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外轮廓非常的鲜明，就是一个人，然后他在奔跑，他和周围这些比较静态的东西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没有发现，我在这个人身上只用了黑白两色它的对比非常的强烈，强烈到都已经就是没有第三个颜色了，对不对？就是最极端，从0到100的最极端的对比所以这张画这张分镜和第一张分镜它的主体物就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人为去操控这个画面的结果。那就再比如这张，一般同学会想，如果我构图把这个人的脸放在这么偏的地方，那我是不是观众看到之后就不会往这儿看了呀？是不是会先被其他东西吸引呢？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调子设计，也就是黑白设计来解决这个困难的比如说这一整张图，如果从构图上看的话，这个是个点，对吧？它的头是个点
这些身体啊都是面啊，线面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从构图上来看，啊，这个点已经和周围的面形成了一定的对比了，我们就不可能被其他东西吸引了。然后再在这个黑白上再加强这个点啊，它的黑白对比关系，更进一步的啊去聚焦，让观众把视线聚焦在我们这个角色的头上，而不是聚焦在比如说他的衣服上。你看，我把衣服这里的对比处理的弱弱的，都灰灰的，啊，都是灰灰的，啊，包括咱们的手臂，虽然它白白的，但是它没有黑色，咱们的头有白有灰有黑，哎，是不是一下子就弹出来了？哎，同学们是不是稍微能理解一点？哦，有时候啊，也不一定是要那么死板的啊，咱们要画的东西就放在画面中央啊，次要的东西就放在画面边缘啊。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黑白的这个关系去调控的啊。然后最后再讲到黑白设计，除了刚才同学总结的很好的这个画面内一些部分，它们之间的黑白对比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子，就是画面整体的调子。画面整体的调子是能非常大的影响画面观感的哈。我们来看这两张画，长调短调，我相信不会有人打错啊，这一定是长调。你看它最亮的地方很亮，最暗的地方压得很死，这个是上世纪的经典油画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或者说一种视觉呈现吧。那像左边这个路德维希的这个乡间油画也是，看它黑的地方很黑，然后柔和的地方也很柔和啊。它这种长调画面整体调子很长的话呢，会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啊，很扎实的，会感觉这个人这个画看起来非常，就像大家平时有时候说的卢浮宫啊，一提到这种画就感觉卢浮宫，那这种画给人感觉就是很经典、很稳重。但是难道画面调子长就是好吗？啊，那我说绝对不是这样的。特别是现在的一些电子绘画咱们平时上那个A 站，就是那个 Art Station 那种电子的概念绘画，非常多的插画师喜欢用短调去塑造画面就比如左边这张，他用这种短调去体现这个阳光在这种高反射、高反射的环境里，就是这种全是冰全是雪这种高反射环境里的一个折射给人一种泛光的感觉，很梦幻，对吧？很漂亮，很朦胧。哎，这一张的情况下，你要是想象它是一张长调，它反而没有这种短调给人的感觉好了，它没有那种朦胧梦幻的感觉了，对不对？再像这张，再像这张这个作者他是在画一个门缝里，透过门缝看到的三个很虔诚的僧侣有点那种东方的那种韵味，对吧？三个很虔诚的僧侣在那边做一些法事，在那边做一些朝拜对，有同学已经提到了，他的这个短调就直接把整个僧侣寺院内这种烟雾缭绕，这种有一点神圣神秘的这种氛围，给它搞出来了。然后这两张大的来看的话，大家应该发现得出来，左边这张是整体颜色偏浅的一个短调偏浅的一个短调，右边这张是整体颜色偏深的一个短调，对吧？它没有非常亮的一个白色在里面，它都是深深的压的灰灰的。所以说你的画面整体调子也是要与你的这个表达主题和你的一个构思要联系起来的。咱们不能只着眼于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主体物画好，那我就要把它画长，画的贼长我最白的地方超白，我最暗的地方超暗但是有时候
你还是要多看这些别人的作品，多学习还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手法去帮助我们更好的达到我们的叙事目的的哈。思路打开对，长调就是全因素。对，这个同学说的很专业啊，同学们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些一些专业名词，之后说不定就能给别人说去小装一下，对吧？出口就是专业名词，短调就是高级灰，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短调不一定是高级灰呀，它也可以是贼白，它也可以是贼黑呀，对不对？而且它也可以是鲜的。对，我们说的黑白和颜色的关系是没有的哈。咱们继续说，看完这些这个不同这么多这个调子这个包括这个构成这些东西，还给大家看了很多这个小方块，对不对？很神奇的小方块，很神奇的儿童插画。之后我们就要运用到赏析环节了。我们要在真实的一些油画作品或者说插画作品里面去看看人家是怎么用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是构成，一个是黑白，人家是怎么用的呢？我先稍微回答一下弹幕的一些东西。不同调性能同时存在于一张画面中吗？当然是可以的呀，当然是可以的呀。我们就比如这张吧，就比如这张吧，或者说我们就看这张吧。大家看它的调子，主要长调聚焦在哪里？聚焦在前景，对不对？这个树、大地、地上的牛然后中调呈现在哪里？可能是中景，这个小山坡山上的树，还有一些小建筑。短调在哪里？在远处，在背景里，在云层，在这个最远的山上，这些都是短调，它们的对比很弱，对不对？就像有些同学说的，这个前景长调、中景中调、远景短调的一个形式，它就是最标准的一个空间层次关系空气透视，好吧？同学们又记住，又学到了，又给你学到了一个新的专业名词，叫做空气透视这就是空气透视，好吧？但是我希望同学们，因为什么我不说呢？是因为如果同学们全部都老师我知道了，我学到了空气透视那我就是以后只要画前景我就画长调，中景我就画中调，远景我就画短调，我懂了，这样一定不会错。那确实不会错，但是我们有更好的其他方法，好吧？所以说我现在就稍微解释一下，这就是空气透视，这就是最稳的一种透视黑白关系的表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继续看其实不一定完全要按照咱们说的这个公式来的我们看这张图我们看这张图，先看我们这里写了构图手法赏析构成加上黑白设计。那我们先看构成，构成是什么呀？首先很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脸，它的脸是一个点，对吧？一个白点，然后它的头发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面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这根线，因为这根线靠画面上端就在它的脸旁边就在它的头旁边，很明显这根线。所以我们把它概括成点线面的话，大致就是这样中间这根竖着的红线是我为了标识出来，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比较对称的构图标出来的真正它这张图里面的元素，可能就是咱们现在标出来这些黑不拉几的东西后面有很多人头黑不拉几的这根线很重要，下面这根轮廓线也比较重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头，对吧 ？OK， 这是它的一个构成设计。你单看这个构成你可能会觉得还好吧，也就这样我也不知道他画的什么，但是他加上了黑白设计。黑白设计是什么？它的黑白设计是，首先它这个主体人物，也就是这位美女
这位美女她的整个身体都是一个对比比较强烈的状态，对比比较强烈的状态，而且颜色偏浅、偏白，为什么它偏白？这个我们留到下一个小节讲。我们下一个小节会仔细分析这些因素和它的叙事目的的关联，然后它背后的这些人颜色偏深，而且对比偏弱，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短调。这个前面这个美女，她是一个颜色比较浅的长调 ，OK。然后她底下走的这条路，她脚下踩的这块路，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颜色比较偏灰灰偏浅的一个短调所以很简单，那这张画它就是为了强调这个美女，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它的陪衬，很简单，对不对？这是它的一个黑白设计。所以我们看这张画的时候，一眼只会看到他的头，不会被他头旁边的其他路人给吸引，也不会被他的第一眼不会被他的什么这个衣服给吸引，对吧？我们只会看到他的这个脸。然后再看第二张，这一张，大家觉得它的这个构成是不是就像我左边画的这样？它最主要的就是这有个小框，这有个小框，它是用门框做了一个方形的面，对吧？把这个门框内的一个环境和门框外的一个环境用黑白区分开来了，也是用构成区分开来了，用4条线组成的一个面区分开来了。然后旁边的这些小孩它是一个一个很复杂的面门框里面有一些小点有一些小点做点缀。那我们再看它的黑白设计，我们发现除了绿框框出来的这些部分以外其他部分全部都是压暗的一个短调，全部都是压暗的短调。而绿框框出来的部分中有人物3个面积非常大的人物的部分是一个偏暗的长调，偏暗的长调然后在这个门内，它用了一个比较整体还是偏亮的一个长调吧，有些偏暗，有些偏亮，对比比较强烈的一个一个长调。那所以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到这张画，它从视觉上就是想让人去聚焦于这个门框内，这些人在欢声笑语在谈古论今甚至他在设计动作的时候，也让外面的这3个小孩他从肢体语言上去倾向于这个门内的一个内容，对吧？很明显的感觉整张画的重心是往左下角走的，从右上往左下角走的，或者说从右往左下角走的，对不对？然后像这张，大家可能看到之后觉得哇，好复杂，好复杂，又是石头，又是人，又是美女，又是男子又是背后有个吊床，好复杂但是我们仔细看，它从构成上已经开始做视觉引导了，用什么？我们刚才说什么东西是视觉引导最好用的东西呀？最好用的武器是什么呀？线嘛，你看，它这里用了好多好多的线底下也是线，这个树枝也是线对不对？这个上面的树叶也是线，好多好多的线就为了指向什么？指向这个美女那它从构成上就已经在为这个美女她的这个主体物做铺垫了。那我们再来看它的黑白设计做了什么？它的黑白设计就更加厉害了。它的黑白设计为了更加强化这个美女是主角或者说然后这个男的头是次要的东西他把其他的东西的调子都压短了，而且整体的颜色都偏深，只有咱们美女的这个身体、这个衣服和这个男性的这个帽子、头盔也可以是头盔，我也不知道是头盔还是帽子
是一个偏浅的颜色，而且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调子，他们两个的头是非常长的调子其他部分大家看这个黑白图其实调子都偏短，也就是对比都偏弱，而且颜色都偏深，对不对？所以你在看这张画的时候，你第一眼不会被画面中央的什么树枝树叶吸引，你会一下子看到这个美女，哪怕它位于画面的边缘。然后最后一张，大家看这张它在构成上做了什么功夫呢？它在构成上很明显，这张画里最重要的一根线是什么？最重要的一根线当然是这个地面，因为它亮暗对比很强，而且地面本身对人的一个视觉抓捕力就是很强的。人看一张有地平线的画的话如果你地平线在画面中是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大家一眼就是能看到的。然后他用了几个点来交代主要角色的位置。咱们这个主要角色肯定是他这个戴红帽子的，然后他的头是一个点，然后可能次要角色是这个人，他的头在右边是一个点，然后再次要角色是这个人或者这个人或者这个人，对吧？他们的头又是一些点他用一些点来做视觉引导，去把人的目光聚焦在人头上，然后再之后，如果只有点没意思，比较单调，他又在背景上加了很多线，看到没有？加了很多线，然后这个线它体现在黑白设计里，它体现在那个构思上，就是很多很多的鸟，很多很多的这个火烈鸟。他为了强化这个人是主角这个人是次要角色，其他人是可能是群众，他在黑白设计上又更做了一些功夫。是什么功夫呢？他把这个海面压暗了，这个地面和天空是亮的，有没有发现所以说有没有发现这个人他的轮廓人他又是偏暗的，一个很长很长的暗调然后人他的一个轮廓就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一个名为这个天空的一个背景布前面拍照一样，它的整个轮廓就像被刻印在了这个天空上一样包括他举的这个旗子，旗子的方向也延伸到了这个次要角色的头上，所以我们第一眼看到他，我们第二眼看到他，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作者他在做这张构图构成和黑白设计的时候他的一些小心思然后我们现在再结合叙事目的去看刚才那几张画。第一张画是名字叫红心皇后，是这个作者他描绘他的未婚妻这个人然后他将他的未婚妻等于说是 cosplay 成了这个儿童童谣中的红心皇后她从一副扑克牌中走出来，向前移动，好像要突破画面的平面那我们现在再结合刚才说的这个构成和黑白设计，一下子就能理解了怪不得这个作者要把这个美女画的这么突出，把身后的群众画的这么隐约，哪怕这些群众这个表情很丰富然后肢体语言很多很剧烈，但是我们依旧第一眼看到的还是这个美女因为她是她的未婚妻嘛，那她肯定是要画出她的美，她的不同于众就是有一种对比在，她的整个形态非常的稳定，对吧？不像背后的人五五轩轩的这个水的颜色我待会儿就是留到那一章就是第4章的时候我一起讲我记着，待会儿我要是忘了你可以再提醒我一下 OK 然后第2章这张画它的名字叫偷听大人们的谈话具体我没有找到这张画的一个
刊登的年代，但是这幅画很可能是这个作者，我查到是很可能是他为了这个星期六晚邮报创作的某期封面或者插图，这个作者他经常就是喜欢描绘一些比较幽默的、比较诙谐的一些家庭日常生活，非常美国黄金年代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这张画很可能就是要体现小孩好奇心，对吧？要偷听大人可能在讲什么不给小孩子听到的话，但是小孩又忍不住要去听，展现这种童趣童真的感觉，那我们再结合刚才分析的它的构成和黑白设计，一下子就合理了嘛。它从右到左的一个视觉引导，用肢体语言和它的这个线条和它的一个黑白设计去从右到左的引导，就是为了让观众先看到这几个小孩他们活灵活现的，在干嘛呢？哦，一看他们原来是贴着往左，整个趋势是往左，那我们视线就随着他们往左看到，原来他们是在偷听大人的谈话，有一种达到一种就是非常风趣的一种目的。那么第3章也是一个美国的插画家和壁画家，这个作者非常的厉害，也是很建议大家可以画厚图的话，可以多看看他的画的。所有作者的名字能找到的，我全部都打在下面了。大家之后拿到课件之后，也可以去看到有喜欢的参考图的时候，可以去多去了解了解人家的创作环境和创作的一些其他的优秀插图然后言归正传这个作者他创作这张画很有可能也是我没有查到具体的刊登年代刊登周刊，但是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他很有可能是为一个小说或者是一个杂志插图创作的一幅作品他这幅画的名字就是一个女性的名字，所以一切又合理了。他从构思构成黑白设计，一切都是为了强调这个女性，对吧？因为她是主角呀，这个主角既不是这个男性也不是这块地方，也不是这个年代，而是就是这个女性，所以整个画面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女性，为了突出这个女性形象来服务的。然后最后这张，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一张这张画的名字就是哥伦布在新世界。这张画描绘了哥伦布他身着这个骑士铠甲跪在一位神父的身后，背景是新世界的火烈鸟和旧世界的旗帜飘扬。我觉得这张画最有意思的点在哪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出来，同学们发现没有，它的旗帜是向右飘的，所有的旗帜都是向右飘的，而且所有的人也都是朝右看的，但是背景里新世界的火烈鸟是朝左上飞的，所以说这个背景里的代表新世界的这股势力它的动势和旧世界的这些人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就能发现这些火烈鸟它是逆风上行的，对吧？因为旗帜代表了风的方向，而鸟是逆风往上的这一下子就交代了这个作者他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可能这个作者他觉得旧世界的一切终将要被新世界的东西代替新世界的东西是力量更强的是更有潜力的，对不对？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他的这种态度。然后我一查这个作者是什么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美国人，没事了。那没事了。好，然后我再来稍微回答一下这个前面这个同学问的水的颜色那么深的目的是什么水的颜色那么深的目的一个就是同学你看这个水它和这个地面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我是说从画面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先从画面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水它的调子就是在黑白上，它这个面这个大面
和地面的这个大面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是吧？它强调这个地面的一个廓形是斜着往上的，然后水这个大面和天空又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水就像一个大深色，一大块深色一样夹在上下这两个比较浅的面中间，对不对？但是这个作者同时又压短了这个水面的处理，让这个水面过得很模糊，是不是？变得就是让人一眼不会看到这个水面的细节，所以它是背景。但是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强调这个这个水和周围这些人是躲在这个水里的，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角，他是有一种突破水面的感觉，他是整个人是和这个水面它一个轮廓是打破的感觉，所以说这个主角他的一个廓形和周围的这些人是能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的。你仔细看周围的这些人，他们就像躲在这个水面里感觉，躲在这个水面里的感觉，但是这个主角他有一种突破水面的感觉，所以说一下子就能看得到这个主角我个人是觉得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因为假设如果你把这块海面给它变淡，颜色变得跟天空一样，跟天空这种浅浅的颜色一样，那很有可能你的目光会先被这个船的轮廓吸引，或者说你可能会先被这些路人吸引，因为别人也是廓形也是凸出来的主角也是凸出来的，大家就没有区别了，知道吧？但是我这么一干之后，这个主角一下子就凸出来了，但是其他人就引进去了，这个船也引进去了，我们要第二眼才能看到，这样子我觉得是他这样画的一个目的然后我稍微回答一下同学们的一些问题。画面当中的信息都高度抽象概括成点线面，用这种方式检测画面是否稳定，或者是氛围利益方向是否正确吗？然后再通过黑白灰来确定画面对比产生的重心和路线，形成画面视觉中心和画面焦点嘛？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你其实就是把这个构成和黑白设计的概念，再解释了一遍。对，其实你就按照我这样子这个课件你是哪天要是感觉忘得差不多了，你就从我们的群里，对吧？把这个课件再掏出来然后再稍微一看，你不用讲这么多有的没的，你就一看，你大致又能想起来，你就理解了。有时候我们画画的不用太拘泥于一个字一个字的理论细节，我要给你们把这些理论讲清楚，是为了让你们能学会，对不对？让你们都能让我要分享出我自己觉得好用的方法但是我们平时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就你意会即可意会即可。因为我看这个同学，你已经完全理解了，那就 OK 了，好吧？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别的同学，就是一定要说能够语言组织成这个样子才算合格那不一定的。有些同学说我组织不出来那没关系，你理解就 OK，好吧？这位同学能组织出来是你很厉害但是我们说其他同学要是觉得自己好像听懂了，但是我说不出来，但是我是画画看试试。那也是完全 OK 的，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环节，但是在讲这个实践环节中间，我要先稍微刚才也有同学提到了，我瞄到一眼但是我没有那个真的就是刚才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讲到咱们找参考的网站了，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绘画准备这个参考图片。软件工具与参考图片，这个软件工具我建议大家就是用自己顺手的就可我不建议大家为了要学某个老师，或者是觉得哪个笔刷特别好用，但是那个笔刷比如说只在 CSP 里有你就要用 CSP。我觉得大家喜欢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就 OK 了。
然后主要是这个参考图片，我们昨天在课后我也给大家布置了2个小任务嘛，一个是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的这个故事要讲什么啊，要具体甚至如果有同学速度快的话，我觉得可能已经把那个叙事目的都凝练完了。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如果大家没有用过 Pinterest 的可以去这个各种网站上面去找找看教程，怎么去科学上网怎么去这个注册一个 Pinterest 账号那我这里也是用我另外一个邮箱新注册的一个 Pinterest 账号，那我走了一遍流程，应该还是挺简单的。你直接登录这个网站，然后你用邮箱然后自己注册一个。注册完之后，大家看自己的主页是这个样子的，是白色的，然后一个图也没有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到它这个左上角有一个主页，你点这个主页，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图或者说你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自己的图搜自己喜欢的画师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品牌喜欢的一些穿搭博主都 OK， 你就搜，然后搜了之后，假设我现在看到这张图我觉得好看，我喜欢这个图，然后我点进去，这个时候 Pinterest 的好用的地方就体现了，因为你们看，它在这张图点进去之后，底下它会直接联想出许多他觉得和这张图类似的图片，而且 Pinterest 的联想功能，我觉得应该是目前所有的图像搜索网站中最好的一个了大家看这个上面这张图，就是我们的母图和底下这些联想出来的子图，其实从画面风格上来看是真的很类似的如果我是真的想画一个这种比较硬核的比较就是有点拼贴感的这样一个海报的话，我要去找素材，我是一下子大家发现能找到一大堆的，好吧？然后我们再看，就是你在这张图的右上角可以点一个收藏收藏好之后，你再点回自己的一个空间，自己的一个空间之后，会发现这些图就直接在你的这个点子里面了。然后我们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整理一下这个点子然后把它放到不同的这个文件夹里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插画师去准备参考版或者说准备一个参考网站合集的最怎么说最简便然后最有效率的一个工作流程了。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没有这个 Pin 账号的，还是赶紧去注册一个。咱们可能之后很多环节，就比如说这个色彩塑造然后特别是 VIP 班的同学，我要求大家是每一节的作业旁边都是要贴上参考的然后参考的质量也是要比较高的。然后如果用 Pinterest 的话，可以省很多力。好然后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实践环节。然后大家记不记得昨天我记得有很多同学在昨天说带了的那个小故事，就是我描述了一对新人，他们在尸山血海的战场上亲吻，有没有同学还记得这个故事？我昨天就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然后我想今天既然要实践，那我就直接用这个这一行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一个场景来做了。然后这是我在Pin 上随便搜索的一些小参考然后我现在把我的叙事目的打上去同学们在看我这个示范的时候特别是咱们 VIP 班的同学就其实我们作业的要求也就是这样了，就我示范到什么程度作业要求差不多也就是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这里稍微写一下一对新人在
尸山血海的战场上亲吻。好，很简单，对吧？非常简单哦。我包括我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刻意把这个叙事目的这个框框压得这么小就是怕有些同学写着写着写嗨了，写太多。今天已经有一个同学被我区了被我劝说，我说你改改，你这个太长了。我看他那个叙事目的就是我感觉再扩写一下能直接写成一个小说了。我说这不行，你得记住我那3招是吧？昨天那3招可不能忘。记住我那3招，然后把这个叙事目的咱们就先压缩，把它凝练成一句话，对吧？像这样一句话，一句简单的话就 OK 了比如说这句话一下子就很有剧情张力。为什么？因为就是昨天我们说的3招中的一招嘛，那个反常反差，对不对？新人怎么会在战场上亲吻呢？对吧？然后战场上尸山血海的，为什么会有新人呢？这是一个反常识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句话本身就很有张力。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在凝练叙事目的的时候，让这句话本身也像我现在写的这句话一样，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戏剧张力。然后我们进入绘画环节，我把这个放在右上角吧。然后我把这个缩小让大家都能看得清我在画什么OK 啊，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同学还记得我们现在有构思了，我们要开始做构成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有没有同学还记得考考你们的时候到了对吗？很聪明，大家都记性特别好。哎呀，我感觉大家上完这个课，我肯定要看到一堆神图了。天哪，太好了！画幅，首先就是画幅。那我们看这个这个单看这个叙事目的，然后会发现，这个叙事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战场这个场景的设置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场景，那这个新人他们就只是一对普通的新人了这个反差其实就体现在场景上。然后我们刚才又说了，如果要展现一个很开阔的场景，特别是室外场景，我们应该用什么构图呀？应该用什么画幅比较好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这张画给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横画幅那我这里就拉一个横画幅对嘛？然后我们这里给这个画幅搞一个框，因为不然的话大家可能看不清楚。然后呢，我还是把它稍微拉的大一点，对吧？这样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然后我这边的话是手边有一个 iPad，实时的会把我的参考全部都放在上面我建议大家平时在画画的时候也是，如果可以的话，参考直接就用分屏的形式。比如说我这边是操作平台，我这一块就是参考图，是吧？就放着，就比如说 iPad 就可以那么用。然后如果是用电脑不方便分屏的话你就多用几个显示器，是吧？平时画几笔就起来看一下参考，画几笔就起来看一下参考这样比较好。好，然后我们画幅设立完之后，我们是什么呀？不是点线面嘛？
那我们点肯定先是来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角是一对新人，那我先给他加2个点，我先来排2个点啊。好，2个点，然后2个点要稍微大一点。点有了之后是什么？是他们的身子嘛？那身子肯定就是2个面嘛，2个大面，有可能甚至因为他们在亲吻嘛，他们在拥抱亲吻，可能这个面都融到一起去了，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大面啊。那我就大致标一下，可能是这个样子了吧。然后它有一个头纱，对不对？还有个头纱，因为是新娘嘛。然后我给它稍微再透视再拉的大一点。好，我们的这个一对新人啊，他们的这个构成上的一个状态大致就有了啊。然后还有什么元素？不是要战场吗？哎，我们不是要说要在战场上吗？那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啊，一般这个欧美这种结婚不是会有一个神父嘛？啊，那我又不想直接画那种很直白的一群尸体藏在底下，那我怎么办？啊，我想就是那个神父的位置啊，有一个士兵的尸体来代替，啊，他可能就是垂在这儿，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啊，去世了，对吧？枪就斜在这儿，OK，然后是战场这个元素，那我们就这样体现。然后还有什么啊？就尸山血海嘛，要去体现这个战场打仗打得很激烈嘛。那我怎么体现？我想的是啊，我可以设计几个飞机啊，设计几个飞机啊，在空中啊呼啸而过，那种战斗机低空飞行。然后把整个画面给占满，啊，它很有一种压迫感，直接把2个新人那种画面都给压掉的这种感觉。然后这里可能有几个螺旋桨，然后可能这个远处有很多很多的类似的这个飞机是不是？然后可能这里稍微看得到一些战壕咱们这个战场上有战壕，是不是？可能看到一些战壕的细节，然后有一些爆炸的那种特效。哎，对，我设计这个飞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飞机它这样子摆的话，很像十字架十字架，所以也是一种黑色幽默吧，一种讽刺对吧？这样子的话，你看构成上这张图已经成立了，然后我给大家指一下，再指一下具体每个部分是什么东西这2个点是最重要的这2个点是最重要的，是我们2个新人2位主角，然后这个人他是次要的，他比较小，他是一个本该是神父位置，却是一个士兵的尸体他可能拿着圣经或者拿着把枪。好，然后再次要的是什么？是背后这些密密麻麻的飞机，然后他们的这个线都是这种放射性的，一种放射性的形式穿出来对不对？然后最近的这架飞机，它的机翼组成一个横向的一个感觉
有一种就是俯冲下来，然后有点十字架的那个隐喻在里面。好，这是这张图的构成部分。构成部分啊，刚才有同学就是把这个构成概括的很逻辑性很那个怎么说，很严谨，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我现在做的就是在给大家体现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这个构成这部分，我们该怎么运用在我们的画面里就是这么运用的。你看我刚才说的每一个要点，是不是全部都运用上了呀？这个线这个大面这个主要、次要，对吧？点、线、面全部都运用上了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么用的。好，构成完了之后是什么那不就是黑白设计吗？我们简单的画一下它的黑白设计，然后我们把这个构成给它换个颜色衬在后面，好了，就有点像是那种最初的一个小草稿的感觉。透视，这是咱们新娘的头既然是新娘，那她头发应该比较华丽就给她搞一个那种比较经典的咱们的这种新娘发型，这种盘的这种头。我不是随手画的，因为我现在没有把那个就是我的 Pad 没有办法出现在直播平台里面，但是我现在其实是随时会盯着这个 Pad 的所以就是这种东西还是要多看参考。你看我参考里面都有，这动作不是都有吗？那我就按照这些动作来画呀。这个新娘她的一个头差不多就长这样，然后她的一个背她可能这个手这样子捧着咱们这个新郎官的脸，对吧？这样子捧着。我其实也不画速写的，我说真的，我不画速写的，就是画多大插图画出来的不过我画动画动画何尝不算是一种速写呢？动画也是一种速写这是她的婚纱大致的裙摆，然后她可能这个裙摆会飘起来一点。
这个大概就是咱们这个新娘啊大体的一个造型啊，包括这个头纱啊，咱们然后来画这个新郎啊，咱们的新郎官啊，因为我只喜欢画这个呃朝左的人像，所以我遇事不决就是水平翻转。哎，我感觉这个应该挺多人都这样的，主要是啊，我们新郎啊，头发笔挺，很精致啊，含情脉脉的注视着我们的新娘然后正好也是一个黑发一个金发，非常典型的搭配啊。我现在就是看，好像看我这个编这个医者这么就是流利啊，但是我其实也是一边在看这个参考的。然后你们要是画的话，特别是可能刚开始学画画的同学的话，还是要画的慢一点啊，然后大致的给一下啊，他这个手可能就是稍微的搂一下，然后啊，为了让它更好磕一点，那可能就是让他这个手搂到这个另一只手，搂到这个咱们这个新娘的这个脑后吧，然后这么整呢，基本上你看两个主要角色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形体廓形，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基本上就这样吧。
有点那种迪士尼的那种画风的感觉啊。然后还记得我们的可怜的配角吗？啊，我们的士兵尸体啊，我是用数位板画的。然后我参考里也给了，我给了一张，左上角有一张这个，咱们这个士兵的低头的这种感觉，那我就画一个，随便就是表达一下。这有个士兵，然后他手里拿把大枪，然后这个枪的这个带子垂下来，然后他可能这个领子散开来了，他这个领子散开了，然后就是一个水灵灵的尸体出现啊。然后最次我们要画什么啊？我们要画这个飞机。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构成设计啊，我们构成既然已经设计好了，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构成设计。然后比如说这里有几个螺旋桨螺旋桨机身另外一边咱们直接复制粘贴启动镜像翻转启动。好稍微带一下这个飞机底部小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讲这个构图的东西啊，这些造型上的细节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主要攻克咱们这个礼拜的作业特别是 VIP 班的同学，这个礼拜的作业还是以构图为主如果有能继续画下去的，那肯定是最好，因为前面画的快，你后面塑造的时间就越长嘛。但是就是重心还是要放在构图上，尽量不要就是构图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然后已经画下去了，因为万一你之前那些问题你后面要去返工的话那你中间那些工作时间不就是浪费了所以我们尽量一个一个来，然后如果有提前 VIP 班就是画好的，可以直接提前上交，我会提前修改然后1对1然后稍微带一点儿这个背后还有很多飞机就带个意思就行。哎，你看这样子的话，这一张图是不是从构成啊，从一开始的这个构思到找参考到这个构成，都是紧贴我们的叙事目的的我们就是为了表现这种反差，为了表现一对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在这种时候结婚的
啊，感觉他们要么就是一种悲情啊，要么就是两个啊精神病，有一种很疯的美感啊，这种感觉啊，然后远处可能稍微有一点，然后这个地上啊稍微有一点这种爆炸啊什么的，然后就像一种衬托一样。哎，对，悲情可以是这个新郎他作为士兵啊，他战死前的幻想啊，也可以是啊真实存在的啊，就是正好他俩结婚啊，结果啊碰上开战啊，虽然不太可能啊。好，我们把构成变成了我们构图中的元素排布了。好，然后最后我再稍微带一下这个黑白啊，然后我稍微回答一下有些同学的，我一边画一边回答一下有些同学的问题。就是有同学问这个动画和插画的时间分配，是这样的，就是呃，我好像不怎么练习动画，就是我的重心其实更多的是放在插画上的，因为我个人就是插画给我的正反馈会更明显一点。然后我们既然要分这几个大块的黑白关系嘛，啊，那我们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把这几个大块分别上色。那首先就是这个男女啊，他们两个人啊，在画面中整体肯定算是一体的了啊，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平面视觉上啊，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同一透视平面内的啊。那我们就先把他们两个人直接啊先用一个灰色给它铺一下。然后因为背后有这种什么战机啊，有这种爆炸啊，那背后肯定是亮亮的，对不对？背后肯定是亮亮的。那所以啊，我们是可以适当把这两个主角的黑白再往下压一下啊，让他们有一种逆光的感觉，因为他们背后很亮嘛啊。然后因为爆炸是在他们底下爆炸，那么我们也可以啊，现在就直接用渐变工具去做一个渐变出来，因为他们肯定是底下亮，上面暗啊。然后再看背后有什么东西啊，背后战机，那战机肯定是暗的，我感觉应该是黑压压的一片啊。有同学还是会提到参考，找参考这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精确性，就不在于多，还是问题还是那个，就是其实你的问题还是在画之前，就是在找参考之前，你还没有想清楚具体要画什么。就有时候我也会这样，但是我找着找着，我是会，呃，确立，就逐渐确立的。至少我在开画之前，我会逐渐的，就是
确定我最后到底要表达什么的。因为如果我不确定的话，我是不敢下笔的嘛。你也可以就是在找参考的时候一边找一边想。然后这个战机它很前面所以它黑压压的。那它稍微后面一些的这些战机我们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空气透视就用空气透视，然后去稍微让它变浅一点。可能这两架稍微深一点吧。不是，这一架比较深。塑造可以我到时候看，有可能我会挑一些更加难一点的东西演示。没有，我只是昨天瞎编了一个故事，今天就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要过度解读，就真的就是瞎编。然后再浅一层，再画再后面的战机对吧？一层层淡下去，可能到最后就是超淡，几乎和天空融在一起了。这战机和战机之间也是有一个空间关系的。然后再是底下这团爆炸，那爆炸的颜色肯定是就是稍微要亮一点的，可能它这个天空会灰灰的，但是我们注意这个天空的灰还是要和这个主人公身上的灰分开来。然后咱们爆炸的中心是这个可怜的充当神父的大兵。那我们就让它稍微明显一点深一点但是它背后爆炸就像火花飞溅一样，就是逐渐的渐变到外面的这个淡色去，给它加一点小笔触也就是小点但是对比不能太强不能太抢眼，因为这不是主要塑造目标，只是一个视觉上的增加然后我们把背景都铺完之后有没有发现前面这队人他们显得不那么明显了这两个人怎么感觉怎么就没有一开始那么主要了呢？现在反而会看到这个背景的战机和这个人了呢？那我们怎么办呀？直接进行一个调子的拉长怎么拉长？首先提亮，该提亮的地方提亮他的肩膀，我觉得应该也是亮亮的我这里是直接画的，同学们不要学我，一定要找参考或者自己拍参考我到下个呃星期，就是咱们开始讲这个主体物的造型什么的，开始讲那个如何画线稿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展示一张画它有这个参考和没参考它的一个区别所以下个礼拜的课其实是很重要的咱们每个礼拜都是干货满满，希望有同学有空的话还是要来听一下。你看，把这个边缘光一加，咱们这个新郎的肩上也加一下，它是调子就从本来压在灰色的那一块里面它就一下子就拉长了，调子就拉长了。是不是
一下就拉长了，然后还不够，我们说一个物体它调子要长，除了要提亮，还要什么呀？该深的地方深嘛，对不对？该深的地方要深嘛。那怎么深？最简单了，这个新郎他的西装可以是黑色的吧？对吧？固有色也是一种方法呀，不要看不起固有色，固有色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闭色当然是一点，但是我觉得固有色也很好。就是我觉得同学们在处理黑白的那个过程中特别就是除了闭色以外，一定要记得固有色不然就很容易画成那种就是光泛滥型，就是那种呃左边一道光，右边一道光，然后全是光影的那种图。那种图的本质就是没有固有色设计。对对对，光污染，我刚才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呃这个词了谢谢这个同学。对，我们直接把它固有色压深吧。没关系的，我以前画画也很光污染的。你们要是好奇，我过两天把我之前画的东西翻出来，你们看看，给你们欣赏一下多年前的大作啊。闭色闭色就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闭色就比如说你这张画上来看，它的身上来看啊，既然光是从背后来的，那它比如说像这个手肘这里啊，肯定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你要就是闭塞点了，这是它很闭塞，它很不开放，对吧？你从这个名字里你可以这样记它。然后具体什么地方是闭塞点我们可以下个礼拜或者下个礼拜可能是周日的时候吧，讲那个上大感觉的时候，我们会细讲这个东西。好，然后大家看现在是不是整张画的感觉，整张画的感觉很明了了，就和参考非常的贴合很合理。然后叙事目的也达到了，然后构成上也贴合我们一开始画的这个构成。然后这个黑白关系里我们也做到了，同时具有这个战场上飞机的这个压迫感，然后同时也能凸显出这两个主要角色的一个形象，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一些小细节还有一些放射性元素全部都指向这一对新人，给人一种很强的叙事性那这样子做到这些点这个故事哪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两个新人在一个地方亲吻，这么简单一个故事，做到这所有的东西，它也可以是一张非常优秀的构图，好吧？然后我稍微来回答一下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然后我把这个咱们第一周的这个作业就直接放这儿了。然后大家看到这个作业标准VIP 班的同学还有什么问题的，可以直接跟我就是问一下。然后我待会儿过一会儿会把这个咱们第一周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作业模板标准再提醒大家再发一遍到那个群里面。咱们收作业的话是下个礼拜五截止，下个礼拜五截止，下个礼拜五的晚上吧还是早上截止。但是我建议大家是能提早完成的话就直接上传到群文件上传到群文件，我会按照时间顺序来批改。你先批的话，我就可以花的时间更长，我就可以更加细致的去了解你具体想画上的剧情，然后帮你去调整这个叙事目的和你的一个构图设计，好吧？好，然后对，有同学问说这个画的那一张作品
也是需要像老师现在示范的那个叙事目的这样，需要更简洁明了一点。对，没错，这个同学说的很对。你看我这里写的就这么短短的2行字，而且字体很大，而且我这里也备注了，我说简洁表达创作目的，故事啊，我建议是直接把一个故事概括成一句话啊。我的意思是把一个故事中你最想画的点拎出来，然后把这个点概括成一句话，告诉我，我就 OK 了。我就从这句话里看你这张画，它的构图、它的设计有没有体现出你的叙事目的，就 OK 了啊。不需要说，把整个小说啊，把整个文本全部都给我看一遍啊。你如果觉得有一些必须要备注的内容，你当然可以备注在旁边。我这里也写了，可添加备注一些细节设计啊，怕我不理解啊，完全 OK。但是你的创作目的，你的这张画的一个主旨一定要简洁，好吧？一定要简洁。然后改作业的话，是我想的是，我会在周六咱们上作业课、点评课之前，我会提前改绝大部分啊。然后确实挺累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能提早做的话，我真的是超支持，我就可以更加用心的帮大家去改作业，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把每一个同学的话都至少用我的能力帮大家做到最好，好吧？既然大家选择信任我，交给我时间，交给我自己珍贵的作品，让我来改，让我来讲评，我一定会用心的。然后呃，其他东西的话，哦，还有同学稍微提到这个黑白关系色块要分图层，分不分没关系，你看你之后是怎么画的。就比如说你黑白色块只是暂时画一下，表示一下，你平时画画的时候是直接画色稿的，那你就分不分图层也无所谓的。或者你甚至你要是觉得自己很牛，你觉得我可以直接画色彩，那你就直接画色彩，完全没有关系，你直接给我看好了。就完全按照你们自己的习惯来。我这里写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步骤，是怕有一些同学他们跟不上，或者是不太敢直接画色彩啊，所以才先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黑白设计。嗯，呃，对，就是上课之前我会先私下改一部分，然后呃，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甚至可以让有些同学先画下去，就反正1对1嘛。我基本上这几个礼拜就是随时待命，可以到时候如果你有想法的话，也可以随时滴滴我，在群里那个私聊小窗滴滴我都 OK。刚才的示范可以发群里面 OK。刚才的示范我就这样，我加在 PPT 里面，然后和这个课件一起啊，待会儿发到咱们的 VIP 和旁听班的群都会发一份，好吧？就跟昨天一样。然后那咱们这节课就差不多这样啊，也拖堂了30分钟。我感觉之后每节课可能都要拖个堂，因为我准备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就是我把这个课件拿给别的插画老师看，他们有点恨我，因为觉得我把所有插画界的大秘密都抖出来了啊，觉得我是公贼啊，觉得我觉得我这个太干了，干到就是别人都不敢讲，我全都抖出来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我都选择开课了，那我有什么我肯定全部都给你们。好，所以就是之后的课也非常期待大家踊跃参与。今天大家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来听这个课听到这么晚。然后，呃，那咱们就直接具体的话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群里问我。然后，下次见，依旧是周六晚上8点啊，不见不散，好吧？大家也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作业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去做就 OK 了，好吧？然后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拜拜，大家都晚安，拜拜。